大家好，我是郭华英。多杰雄登护法的慈悲与爱是浩瀚无边的，他的爱还包括了动物以内的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张小莹，就是要跟我们分享他如何认识护法，和护法如何帮助他和他的宠物界。小莹你好。你好，华英。请问你是如何认识护法的？我在大概7、8年前来到科切拉佛教中心，那时候就开始修行金甲衣护法。那金甲衣护法这个法门呢，在当时其实给我生活上非常大的帮助，甚至是那一种随传随到的那一种心灵上跟生活上的帮助。那其实所以就对护法的修持非常有兴趣。那在几年前呢，我就在网上读到关于多杰雄登护法的事情，因为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那加上他是跟金甲衣护法是在同一个坛城里面的，所以就觉得有一点很可靠的感觉。那过后我就在网上读更多关于他多杰雄登护法的背景，然后我就慢慢开始去修持他的心咒，还有经酒供养这样子。所以你就一直修持多杰雄登护法至今。其实那时候就金甲衣护法跟多杰雄登护法，就2个护法都有一起在修，但是有时候因为工作比较忙，时间比较短，就是去修行的时间比较短。我觉得2位都是已经证悟的护法，所以如果我选择其中一位护法来修，那另外一位应该不会生气吧？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比较贴心的就是雄登护法。所以你至今就一直修持的都是多杰雄登护法。对。像一直以来，多杰雄登护法对刚才你提到他对你的帮助，然后你这些年来最刻骨铭心、最让你记得的他对你的帮助，或者是他实现的一些奇迹，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其实，在修持护法以来，那其实很多大大小小的帮助都有，甚至一些小奇迹都有发生。那所以我想跟大家今天分享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几个星期发生的。那我男朋友呢，他有一只狗狗，跟他相伴了大概10多年，他的名字叫 J。那我跟我男朋友开始交往的这段时间，大概3、4年，那我们都一起照顾这只狗狗。那他其实年纪不小了，都有整10多岁，至今大概15岁这样子。我们其实都知道，因为他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很多大大小小的病痛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为自己做好一个心理准备，说可能他年纪大了，可能也要走了这样子。所以在上几个星期的时候，刚好我就到国外去公干，然后在公干期间，我男朋友就跟我说，他说J生病了，还有一些呕吐的状况，所以他要把他送进医院去。然后当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因为我男朋友刚好那时候也到新加坡去办事，所以我就把 J 从医院接回来。那么我在把他接出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其实他的状况真的不是很好。他平时是很爱坐车的嘛，你带他出去，他就很开心的跑，然后跑上车，他就很享受那个坐车的过程。那我把他接出院的时候，他的状况就是走路也不是能够走得太稳，有气无力的样子。对，然后也要我把他抱上车。然后我觉得我在送他回家的路途当中，我觉得他在跟我说他要走了，他时间大概到了。对，他很疲惫，他真的很累，他要走了。所以当然觉得这个我们最不想要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所以那天晚上他已经躺在那边，已经是奄奄一息的感觉，然后呼吸很微弱，然后好像在承受这一种疼痛的感觉。因为那时候医生是说他有一些综合性的病，有发烧，那血液有一些感染，然后他的皮里面也有一个肿瘤。因为他年纪太大了，所以不能够，医生说其实也不能够做太多的东西，就能够对他最好就让他好好的过这样子。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就觉得说他真的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要走了，你就放心的去走，你就放心的走。然后我就跟我男朋友说，我讲 J 好像不行了。那我男朋友就叫我跟 J 说，你跟他说等爸爸回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姐说，等爸爸回来。然后过后我就去了我的佛龛前面，就向多杰雄灯做了一个祈愿。那我就跟他说，请你给 J 一个最好的安排，和如果他要走，就刚才你提到就是你向多杰雄登护法祈愿，给他一个很好安排。对，我就跟护法说，那如果他真的要走了，你就让他好好的走。那如果他时间还没有到的话，就让他不要有那么多的痛苦。那时候我就为多杰雄的护法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祈愿，然后为他供上金酒，希望说J 可以不要那么辛苦。然后过后第二天早上，我看到 J 还在很微弱的呼吸，所以我就马上就把他送进医院。那医院也很快的为他输送氧气，然后为他打一些止痛针这样子。然后在几个小时过后，你就很奇迹般的他开始站起来，很精神，然后开始有胃口吃东西，因为之前他都不要吃东西，也不要喝水，所以他就开始吃东西，开始站起来，开始有很多表情，因为他总是喜欢 complain 的，他看到我还是喜欢废我啊，然后就叫我怎么把我困在这个这么小的地方，所以就开始觉得他开始有起色了，就让他在医院多住几天，所以每一天我都有去那边探访他，他的那个状况也一天跟着一天的好转。那医生也有跟我说他跟他做了一个血液报告，他说比起前几天他的那个血液的指数有好转的现象，就是应该上升的上升了，应该下降的下降了。那忽然间我就觉得好像状况忽然间变得好像从一个本来接近鬼门关的，忽然间变成一个很健康，就跟他以前没有两样的一只狗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还觉得很开心，可能真的多几天他就可以出院，就可以跟他开开心心的去逛街啊，去散步等等。那我是星期一送他进医院的，然后我的男朋友是星期五晚上回到，然后星期六早上我们就收到了医院的电话说J走了，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男朋友就马上赶去医院去看他。所以当我看见我男朋友能够摸到他的头的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忽然间觉得他真的等爸爸回来了。所以我相信如果没有护法的帮助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从星期一的状况真的是很糟糕，可是他却可以好像一个没有痛苦的狗狗这样子去到他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在这边真的很感激护法的帮忙。从小英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护法做了一个很好的安排J和他的主人，养了他10多年的主人有一个很好的道别，让他没有遗憾的离开了，然后主人也没有遗憾的见了他的宠物最后的一面。对，我想现在有宠物的人都会把宠物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嘛，所以其实在这一个他走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这个过程对主人跟宠物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去陪伴他走到他最后一步这样子。所以我相信这一段时间不是回光返照，因为回光返照也不可能那么多天。以他的康复状况来看，其实他真的没有比起星期一的状况，他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来走到他的人生的最后一刻。其实同时从你的故事里面，我们也知道，护法虽然帮助了很多人，包括你在内，你应该也是会从网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的口中，听说了护法的一些纠纷，关于这个护法是一个邪灵，还是一个没有证悟的佛，然后这个法门是被禁止的，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你有什么看法呢？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呢，我来到克恰拉佛教中心的时候，来参加一场占图古仁波切的开示的时候，那他曾经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那他就说，身为佛教徒，第一件事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批评别人的宗教。那原因是在于不同的宗教是适合不同的人来带领他们去到同一个终点。那每个人其实都想追求的是快乐嘛，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批评别人的方式，因为那个方式可能对那个人来说是最好的。所以我其实深深的记住这句话。那来到了这个纠纷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因为这一个修持对我本身来说非常非常有利，非常能够帮助到我。那我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还有包括我心灵上的那个帮助，就是每次走到绝路的时候，就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总是有解决的方法，所以没有以前那么容易的就觉得世界怎么那么悲观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修持法对我还有我身边的人都很有帮助。那这一个点对我来说就够了。所以这些纷争、这些纠纷等等，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影响。所以换言之，你会继续修持这个法门？他对我有帮助，所以我一定会继续的去修持。好，我们谢谢小英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从小英的故事呢，我们完全的可以知道，多杰雄登护法的爱和慈悲呢是无边的。它不只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管你是意见需要批复的，或是心灵上需要得到平静的，还是像耶这样子能够没有痛苦的离开，能够跟主人很好的做最后的道别，让他和主人之间的感情画上最美好的一个句号。